早晨，大家好，想問大家準備好未呢？咁評判都 OK 啊，咁麻煩各位賓呢，將呢個手機校做呢個靜音模式啊。好，誒、各位評判來賓同學，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保良局主辦第16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第2輪初賽場次1。是次活動是由保良局主辦，並由田家炳基金會協辦 ，iDebate.hk 承辦。我係今場比賽嘅主席。今場進行嘅賽事係第2輪初賽場次1，辯題為甲方港鐵應推動扶手電梯左右企穩改革，乙方港鐵維持扶手電梯左行右企慣例。首先為大家介紹評判，佢哋分別係香港教育大學普通話辯論隊前隊長歐陽文軒先生，香港城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陳樂穎小姐，嘉賓評判陳慧慧小姐。多謝3位評判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為今日嘅比賽評分。接住落嚟，我會為大家介紹今場比賽雙方嘅隊伍。首先係甲方保良局黃永樹小學，佢哋嘅主辯係蘇婉玲同學，副辯係劉奕之同學，公辯係黃柏朗同學，而結辯係葉安晴同學。接住落嚟係乙方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佢哋嘅主辯係陳展日同學，副辯係汪俊宇同學，公辯係張康哲同學，而結辯係余許晴同學。今日嘅比賽流程如下：比賽先由甲方主辯開始，然後到乙方主辯，如此類推。乙方副辯發言過後係公辯環節，最後由乙方結辯先行總結，之後由甲方作結。每位辯員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發言時間完結前30秒會有1下鐘聲提示，發言時間終結時會有2下鐘聲提示。每位辯員發言時間完結後會有15秒嘅緩衝時間，緩衝時間完結計時器顯示第16秒會有3下鐘聲提示。超過15秒緩衝發言時間即被扣分，每超5秒每張分子將扣除5分，不足5秒當5秒計算。而在公辯環節方面，每位公辯嘅發言分為2部分，第一部分將會有2分鐘時間，公辯向對方主辯及副辯作盤問，反覆問答直至時間結束。第二部分亦有2分鐘時間，公辯向對方結辯作盤問，每次盤問及作答時間為20秒，不可超時。作答一方不可以反問，只可以回答。盤問一方亦不可以打斷對方作答，否則主席會提出警告。比賽進行時，只可以使用不大於15.6乘9.5厘米的資料卡，並嚴禁攜帶書籍或參考資料到台上。台上辯員亦嚴禁與台下觀眾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違例者將被取消參賽資格。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否則每位評判會酌量扣分。為人名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任何發言亦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是次比賽將進行錄影，各辯員發言需使用大會提供之咪高峰。最後提各位辯員，發言前先須向主席示意，聽到鐘聲1下才可發言。咁麻煩大家將啲文具同埋不必要嘅文具袋放一放喺台底或者收一收先啊。
係啦，即係台面上面如果有大型嘅 file 咧，都收一收先。咁我哋台面淨係需要一啲你需要用到嘅文具同埋資料卡嘅啫。係啦，係啦，放一放凳底都 OK 嘅。好，咁如果冇問題，準備好嘅話咧，我哋比賽正式開始啊！首先有請甲方主辯蘇婉玲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試咪，試咪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港鐵自2009年就開始宣傳緊握扶手、左右企穩嘅安全理念，而家已經行過16個年頭。然而，左行右企嘅慣例根深蒂固，伴隨而嚟嘅安全隱患同埋效率損耗。今日我方堅定認為，港鐵應推動左右改革。呢個既係對一個乘客生命安全嘅負責，亦都係提升公共服務品質嘅必然選擇。首先，扶手電梯意外頻發，觸目驚心。左行右企已經成為安全隱患溫床，安全係公共交通嘅底線，而扶手電梯意外正敲響警鐘。根據香港01報導，2024年首9個月，港鐵網絡已經錄得430宗扶手電梯意外，其中約60%同乘客喺電梯上面行走，被碰撞或者未緊握扶手直接相關。進入2025年，形勢更為嚴峻，喺首季意外數量就突破700宗，創下近年新高。呢啲數據背後係無數家庭嘅擔憂同埋傷痛。港鐵車務營運總管李婉玲曾披露，一名女童因為喺電梯上面讓路俾行人，唔小心失平衡向後倒，導致5名乘客連帶跌倒。2024年11月，尖沙咀東站更加發生內地遊客喺扶梯上面滾落嘅慘劇，6名乘客受傷，部分傷者因為醫療費高昂而放棄進一步治療。更加值得警惕嘅係，430宗意外中有一半涉及長者，佢哋喺面對行走乘客嘅碰撞時，更加易發生嚴重傷害。無可否認，左行右企趨勢嘅行走行為已經成為扶手電梯安全嘅最大殺手。有風可能會認為左行右企會令趕時間嘅乘客快速通行，但係呢一個認知已經被科學實驗徹底推翻。英國倫敦地鐵嘅對比實驗顯示，左行右企令扶梯負載量直接減半，底部人群擠塞加劇，而左右企穩嘅時候，扶梯每分鐘可以多運送31人，效率提升高達28%。左行右企嘅低效率仲體現喺設備損耗同埋輪候成本上面。扶梯長期單側承重會導致驅動鏈條磨損加劇，顯著增加維修頻次同埋成本，最終導致電梯停運維修，所有人都面臨無梯可用嘅困境。事實證明，左右企穩通過充分利用載客空間，減少設備故障，先係真正兼顧安全同埋效率嘅科學選擇。過去16年，左右企穩宣傳成效有限，核心問題在於宣傳方式缺乏執行力。港鐵此前僅依賴海報、廣播等傳統手段，面對左行右企呢一種植根40年嘅習慣，難以形成有效衝擊。但係呢個唔係改革阻礙，而係優化策略嘅契機。因此，我方強烈支持港鐵應該推動左右企穩改革。多謝大家。甲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3分6秒，冇超時，無需扣分。之後有請乙方主辯陳展日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方當然同意安全重要，但係左右企穩係咪真係咁安全呢？根據港鐵嘅統計數字，2025年左右企穩每月發生咗62宗意外，喺2025年左行右企平均每月發生咗48宗意外，所以左行右企嘅意外量較少。其次，要減少意外，點解係透過左右企穩呢？根據港鐵嘅文件，近一半嘅意外係途及老人家，2成嘅意外同攜帶大型物件有關。點解關咗左行右企線呢？
事實上，左行右企嘅概念可以追溯到1985年香港舉行嘅行人禮貌運動。當時以上落樓梯左行右企、便人利己為口號，宣傳乘客應該如何使用扶手電梯。如今已經沿用咗40年，而港鐵作為香港唯一一間鐵路公司，佢哋嘅宗旨就係推動城市前行，希望可以照顧每位客人嘅需要。所以今日我哋衡量辯題嘅標準就喺呢度。到底左行右企可唔可以照顧市民利益？我方認為左行右企比左右企穩更能照顧，原因有二：第一，提供多個選項，乘客自由選擇。香港係一個生活節奏十分急速嘅社會，學生要趕住返學，打工仔要趕住返工，甚至趕住見客。對於香港人嚟講，時間就係金錢，每一分每一秒都好寶貴。而根據港鐵統計，港鐵喺繁忙時間嘅客流量極高，以金鐘站為例，最高峰每小時人流為10萬人次咁多。如果推行左右企穩，就會令到趕時間嘅人冇得加快腳步，增加佢哋通勤時間。呢個時候左行右企就可以提供多個選項，俾乘客自由選擇自己想行嘅路。趕時間嘅可以選擇靠左步行，唔趕時間嘅可以選擇靠右邊企定定，做到百貨應百客。唔好睇少呢段時間啦！喺扶手電梯上高行可以比企定慳咗大約60%嘅時間。如果喺金鐘站東鐵線轉乘港島線嘅扶手電梯上高，足足可以慳成2分鐘，係一班列車嘅等候時間。咁莫論如果你係就嚟遲到嘅打工仔，呢啲時間就得有幾寶貴呢？第二，增加承載力。喺繁忙嘅時間下，大部分嘅市民都處於一個趕時間嘅階段。喺呢個時候，如果左右企穩，乘客就只可以依賴扶手電梯嘅速度完成行程，扶手電梯嘅流轉率就會好低。如果係左行右企，因為左手邊嘅乘客會快60%嘅時間完成行程，所以左手邊嘅通道可以容許更多嘅乘客使用，增加扶手電梯嘅載客量。喺繁忙時間咁多人用到扶手電梯嘅時候，左行右企就可以做到分流，令更多嘅人可以用扶手電梯。最後想問下友方，同唔同意照顧乘客所需係港鐵嘅宗旨呢？多謝各位。粵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3分02秒，冇超時，無需扣分。之後有請甲方副辯劉奕之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試咪，矮少少。試咪試咪 ，OK。啱啱有方同學問我係咪照顧乘客嘅需要更加重要，但係其實安全係更加重要，而唔係乘客嘅需要更加重要喎。返回我方主線，我方主辯啱啱已經講過，左右企穩係交通安全嘅基石，有需要透過改革嚟實行有關措施，減少意外發生。我方所指嘅改革需要講求策略，靈活推進，方能讓左右企穩文化落地生效。港鐵應該循序漸進嚟改革，嚟改變現狀。我方建議港鐵可以先加強約束及柔性引導方向，推動左右企穩，然後衡量成效，再研究是否需要立法強制左右企穩。根據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嘅數據，美國每年約有11000人次因扶手電梯受傷而進入急症室，其中一個主要致因就係喺移動嘅電梯上面行走或者奔跑。一項發表於國際傷害控制與安全促進雜誌嘅研究指出，喺電梯上面行走嘅風險率係靜止站立嘅約3倍啊！雖然香港機電工程署嘅整體安全記錄良好，但係深入分析意外成因，會發現問題。例如2019年，一名男子喺港鐵站電梯上面因為急步下行失足跌倒，導致嚴重腦震盪。根據香港職安局嘅指引，明確指出喺扶手電梯上面走動係常見嘅危險行為，容易引致碰撞或者絆倒。借鑑國際經驗，東日本旅客鐵道安排專職志願者喺扶手電梯入口引導左右企穩，現場示範標準姿勢。上海地鐵將禁止行走納入乘梯須知，加強約束扶手電梯行走嘅行為。港鐵可以參考以上做法，如果成效不顯著，仲可以參考其他嘅國際例子。
英國倫敦交通局喺某站進行咗為期1個月嘅左右企穩試驗，結果顯示喺高峰時段呢一個站嘅電梯每個鐘可以多運送1500名乘客，效率提升高達30%。此政策已經被推廣到更加多嘅車站。最後，如果成效還是不佳，立法係最後一步。日本英文報章今日日本報導，近年來日本發生多宗民眾喺扶手電梯上失去平衡並撞到他人嘅意外，以及通勤者喺上下扶手電梯時引發嘅其他意外。法令要求人們喺使用火車站同埋城市其他設施嘅扶手電梯時，都要保持靜止不動。研究發現，當局實施呢一項法令之後，喺扶手電梯上面行走嘅人一度從60%下降到38%。總括而言，推動電梯左右企穩改革，唔單止係一個行為習慣嘅改變，更加係一項城市管理升級。香港如果可以以數據為謀，以公共利益為盾，循序漸進咁樣推行呢一個政策，將會喺都市效率、公共安全同埋可以持續發展方面繼續樹立國際標杆。多謝各位。甲方副辯嘅發言時間為3分11秒，冇超時無需扣分。之後有請乙方副辯汪俊宇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我方主辯最尾問有方同學同唔同意照顧乘客所需係港鐵嘅宗旨呢？有方同學冇回應，係因為有方同學都知道港鐵需要照顧每位乘客嘅需要，分別只不過係左右企穩好啲啊，定係左行右企好啲？有方認為左右企穩好啲，係因為安全原因，話而家有好多意外。但係我方主辯都問咗有方同學，推動咗1年左右企穩嘅政策，到底減少咗幾多宗意外呢？有方同學冇交到實際數字。實際上喺推行左右企穩1年之前，港鐵已經知道發現扶手電梯速度太快，導致意外頻生嘅原因，所以港鐵就減低咗扶手電梯嘅速度。2023年至2024年就少咗2成嘅意外發生。咁到底關左行右企乜事啊？我哋仲可以安排更加多嘅宣傳，例如喺扶手電梯上面揀好咗位，就企地定，一係就行落去，就唔好亂喐，避免產生誤會。又或者宣傳多啲，如果攜帶大型行李嘅乘客，就唔好用扶手電梯，都做到有方同學嘅目標嘅。有方同學又話扶手電梯可以少啲勞損，但係而家香港有好多扶手電梯有勞損咩？我哋見到港鐵嘅扶手電梯定期都會有翻新工程，到底問題有幾嚴重嘅呢？更何況科技嘅本身就係預設咗會有勞損㗎啦，不論我哋搭列車啊，喺港鐵站嗰度見到嗰啲閘機啊，或者升降機，其實都會有勞損㗎。但係我哋唔應該因為擔心有勞損而令自己變得更加唔方便，因為科技嘅發明本身就係令我哋要方便。有方同學又會唔會本末倒置呢？有方同學提到外國例子，但係有方同學有冇論證過外國同香港有咩相同之處啊？我國意外發生嘅數目有幾多呢？係咪同香港一樣都係追求效率嘅城市啊？同香港人用扶手電梯嘅習慣係咪都一樣呢？有方同學冇解釋喎。所以有方同學擔心嘅嘢未必成立，但係乘客值得多一個選擇。港鐵嘅宗旨就係照顧每位乘客嘅需求。對有養寵物嘅乘客嚟講，港鐵計劃咗開放寵物車廂俾佢哋，便利佢哋出行。對於老人家嚟講，港鐵就安排咗職員幫佢哋換八達通。點解對於趕時間嘅香港人嚟講，就突然唔可以為佢哋開一條路呢？咁點解多個選擇對香港人嚟講其實係唔好嘅呢？多謝各位。乙方副辯嘅發言時間為2分51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接住係公辯環節，首先係甲方公辯時間，請乙方主辯及副辯站立回答。你哋每次嘅發問及作答時間為20秒，請雙方辯員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
有方同學係咪承認今年首季超過700宗嘅扶手電梯意外，絕大部分同乘客喺電梯上行走有關？我唔承認。首先，根據港鐵嘅統計數字，喺2024年嘅左右企穩平均每月發生咗62宗意外，但係左行右企平均每月發生咗48宗意外。如果左行右企真係咁有用，唔係，如果左右企穩真係會咁有用，就唔會出現呢啲數據啦。請有科解釋。任何公共安全政策嘅推行，好似禁煙、安全帶，初期都會遇到阻力，但係咪有阻力就唔可以推動呢？首先我首先由方解釋翻先啦，就係首先我哋可以證明到係左右企左右企穩係冇咁安全，即係左行右企係安全啲嘅。所以我哋地方就覺得呢，我哋應該推行緊港鐵扶手電梯嘅設計係咪本來就唔適合行走呢？唔係咯。但係機電署話佢哋係唔建議我哋喺扶手電梯上面行走嘅喎。反方如何保證行走時嘅安全呢？但係扶手電梯本身個設計就係預計有人係行嘅，如果唔係點解會有樓梯級同埋點解會有扶手啊？反方係咪認為趕時間可以凌駕喺公共安全之上呢？首先趕時間，如果係左行右企嗰個即係嗰個可以運作得快啲，咁可能會令啲趕時間嘅人可以快啲去到個電梯頂，可以慳啲時間。甲方公辯時間結束，之後係乙方公辯時間。請甲方主辯及副辯站立回答。你哋每次嘅發問及作答時間為20秒。請雙方辯員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有方同學係咪覺得左右企穩係安全過左行右企呢？係。但係港鐵喺2025年有數字顯示咗左右企穩頭9個月發生咗平均每月係62宗嘅自動扶手電梯意外，但係左行右企喺2024年就平均發生咗48宗嘅意外，咁唔係左右企穩更加危險咩？咁點解有方同學一路話左右企穩係更加安全嘅？但係我哋啱啱主辯有講過，430宗意外裡面係喺2024年首9個月係有60%係關於左行右企嘅喎。有方話好多人都係因為行先會發生意外，但係港鐵有報告就係正正講咗發生意外係因為啲人冇緊啦扶手或者醉酒而失平衡，但係冇講過有人行導致發生意外。咁點解行會有危險呢？我方主辯頭先已經講過，已經講過係有包括行走，而唔係冇包括。有包括行走，但係如果佢哋緊啦扶手，就已經可以減低發生意外嘅風險。咁點解行仲會存在呢個風險呢？既然都有方案解決到。有方你一路都係冇正面回答到，點解左右企穩係會更加安全？請有方同我論證。因為如果係左行右企嘅話，喺電梯上面。乙方公辯時間結束，而家係甲方總結盤問時間。請乙方結辯站立回答。你哋每次嘅發問及作答時間為20秒。請雙方辯員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頭先你哋嘅主辯都講過，香港人最重要嘅就係效率。但係如果唔實行左右企穩，乘客嘅通勤時間可能延長5至10分鐘。反方如何處理？但係根據我哋本人實地測試，
如果由繁忙嘅金鐘站行去東鐵線月台呢，會經過2個扶手電梯。我哋呢，用左右企穩嘅方法係比用左行右企嘅方法係足足慳咗40%嘅時間喎。反方同學係咪認同任何公共交通系統，包括港鐵，其最核心嘅責任係確保運營嘅絕對安全呢？安全係第一，係最重要。但係不過呢，我哋講過話，根據港鐵嘅資料，2025年1月至7月左右企穩嘅方法係發生咗435宗意外，平均每月係62宗。2024年1月至9月左行右企係發生咗港鐵宣傳左右企穩已經16年，卻成效不彰。呢個係咪説明緊我哋需要更堅決嘅改革手段，而唔係繼續放任呢？唔係，因為左行右企已經有40年嘅歷史，係好難改變嘅。但好日本、台北等地都可以推行站穩不行走，點解香港就唔得呢？我方已經啱啱喺度同友方講過，就話香港同其他地區嘅地區嘅分別係在於哪裏呢？我想問下，其他地區嘅效率係咪真係比香港高呢？甲方總結盤問時間結束，之後係乙方總結盤問時間。請甲方結辯站立回答。咪。你哋每次嘅發問及作答時間為20秒。請雙方辯員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咪。日方同學喺繁忙時間，有啲人有充足嘅時間，但係有啲人就好趕時間。咁扶手電梯點解唔可以有左行右企俾佢哋揀呢？但係根據英國倫敦局嘅做嘅實驗證明，左行右企每個鐘係可以多運輸1500名乘客。左右企穩係可以比左行右企一個鐘多運輸1500名乘客嘅喎。我方其實講咗好多次，外國嘅例子唔代表香港係一定係一樣嘅。請有方同學回答我嘅問題，點解唔可以俾我哋揀扶手電梯一邊行一邊企呢？因為扶手電梯平均嘅高度係比樓梯平均嘅高度多20%，係唔適合人喺上面行走嘅。有方同學，我哋今日討論嘅辯題，港鐵應該維持扶手電梯左行右企，而唔係討論緊。如果而家淨係可以喺樓梯行，咁我哋今日就唔使討論呢條辯題。請有方重新回答。但係就係因為扶手電梯唔適合人喺上面行，所以我哋先唔支持左行右企咯。其實有方同學你一路都係冇回答我嘅問題，我係問你點解唔可以俾我哋揀，但係你就答啲不相關嘅。我哋頭先主編都已經講過，左行右企係比左右企穩更加危險嘅。我方講咗好多次啦，行唔係發生意外嘅主要原因，即係啲人冇緊握扶手，緊握扶手已經減低咗發生意外嘅風險。請有方同學回答我嘅問題，點解唔可以俾佢哋左行右企有得揀呢？但係2024年首9個月講，葉峰同學其實一路都冇正面回答我嘅問題。乙方總結盤問時間結束，公辯環節結束，現在有1分鐘時間給予雙方結辯作整理。
準備時間夠，有請乙方結辯余許晴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喺生活當中，我哋習以為常嘅共識呢？喺車廂入邊嘅關愛座都冇人坐，我哋好攰，我哋先會喺上面休息。但每當見到有需要嘅人士，我哋都會讓座。上落客嗰陣，我哋都會先讓乘客落車，再上。好多香港人嘅默契，其實都係反映住香港嘅特色，就係接納每一個人嘅生活方式。縱觀全場，其實雙方嘅分歧就係在於有方同學認為安全第一，唔可以接受任何風險，但我方提出有其他嘅方案可以做到減低扶手電梯意外嘅發生，唔應該因為一個可以透過其他方案解決嘅現象而犧牲乘客嘅選擇。更何況有方只係訴諸情感，左右企穩係咪真係咁有效可以降低意外數量呢？我方主辯已經請有方同學論證因果關係，但有方全場都冇用數字說服大家左右企穩有效。有方又指出可以增加效率，提出喺繁忙時間入邊，扶手電梯無論係行嘅一邊定係企嘅一邊都係爆滿㗎。喺咁嘅時候，當然係容許市民喺扶手電梯上面行走，增加扶手電梯嘅流轉程度，仲可以增加效率。有方清楚。根據我哋本人實地測試，如果由繁忙嘅金鐘站行去東鐵線月台，會經過2個扶手電梯，用左右企穩嘅方法，比用左行右企嘅方法慳咗足足超過4%。咁所以選擇左行右企有絕對嘅公益。有方又認為可以降低勞損，但我方提出咁即係本末倒置。科技嘅本質就係令人嘅生活更方便，點解我哋要為咗方便機器而犧牲乘客嘅選擇呢？更何況推行左行右企40年，到底有啲咩重大嘅問題發生咗呢？有方都冇解釋清楚。在座各位喺香港，只要你唔侵犯其他人嘅利益，其實我哋都會尊重每一個人嘅選擇。就好似馬路揸車咁，每個駕駛者都會有無形嘅默契。左邊係慢線，右邊係快線，每位駕駛者可以按照自己嘅選擇自己想行嘅行車線。咁點解港鐵嘅扶手電梯唔可以交俾乘客自己選擇呢？左行右企呢個思想已經紮根咗喺香港40年，原因在於呢個方案可以平衡到每一個香港人嘅需要。呢40年嚟，香港人都用呢種潛規則尊重其他人嘅生活。想快嘅可以靠左行快2步，早啲到自己嘅心水地方；想安全都可以靠右企定定。核心思想都係可以俾乘客選擇一個最適合嘅通勤方法。希望有方同學可以尊重唔同嘅想法。多謝大家。乙方結辯嘅發言時間為2分49秒，冇超時，無需扣分。最後有請甲方結辯葉安晴同學，你嘅發言時間為3分鐘，請先試咪，準備好再向主席示意。試咪。頭先有方同學話左行右企可以增加嘅效率，但其實扶手電梯設計嘅原意係俾人哋喺企上面嘅喎。咁既然如果你要行嘅，點解唔喺樓梯上面行呢？回答我方主線，可能大家都係電梯上面聽過前面個人企喺度阻住晒，左行右企係常識嚟㗎啦。喺香港甚至全世界都好似有一個搭扶手電梯嘅潛規則，但係呢個約定俗成嘅共識係咪正確嘅呢？就好似衝紅燈咁，好多人衝紅燈，係咪就等於正確？我哋要跟住做？但忘記唔係啦，依家就係我哋要撥亂反正嘅時候。一切意外發生都源於第一部扶手電梯喺倫敦地鐵設置時提倡咗左行右企嘅諗法。當時有好多地方包括香港都繼承咗一種共識，然而呢個並唔係一種好嘅習慣。當人們匆忙從扶手電梯左邊快速行走時，特別喺人多擠塞嘅情況下，更容易導致失去平衡，引致意外。所以唔同城市都開始改變呢個規則。喺日本埼玉縣名古屋甚至立法喺扶手電梯上需要左右企穩，確保安全。大家可能會問，淨係企喺左邊會唔會覺得更耐㗎？效率唔會更低咩？事實就啱啱好相反啦。唔同地方都已經有實驗數據證明左右企穩先係快。例如日本有研究機構進行咗一項測試，當450歲人使用一條長約20米嘅扶手電梯，左右企穩總移動時間為429秒，比左行右企快咗72秒。另外
香港嘅機電署同埋港鐵都唔鼓勵左行右企，除咗加速扶手電梯左邊零件損耗，行走時無法緊握扶手都會增加風險。而港鐵喺過往10幾年持續推廣大眾使用扶手電梯嘅正確方法，大家都可能睇過港鐵嘅宣傳同埋廣告，但係似乎宣傳成效唔大，所以就要係時候改革啦。左行右企帶嚟嘅唔單止係有安全風險，更導致咗巨大嘅社會資源浪費。從經濟層面上睇，扶手電梯因為左行右企導致頻繁故障，成本最終會間接影響公共交通服務質量。與此同時，意外受傷乘客嘅醫療開支中，有相當一部分來源於政府嘅醫療資助。左右企穩唔單止可以減少意外，仲可以減少醫療資源嘅無謂損耗。從社會層面上睇，左右企穩可以有效減少因為趕時間而引發嘅衝突。喺繁忙時段，左右企穩嘅規則可以令乘客形成平等有序嘅共識，避免人們爭路而造成矛盾。如果真係趕時間要行嘅話，就不如行樓梯啦。16年嘅宣傳未果，唔係左右企穩理念嘅失敗，而係改革力度唔夠嘅證明。面對年均數百宗嘅意外，被浪費嘅運輸效能同埋持續消耗嘅社會資源，港鐵推動左右企穩改革已經刻不容緩。呢項改革唔係對習慣嘅否定，而係對生命嘅尊重、對資源嘅尊重。我哋堅信喺港鐵嘅帶頭推動下，左右企穩必將成為香港新嘅公共文明符號，為全港市民構建更安全、高效、和諧嘅出行環境。多謝各位。甲方結辯嘅發言時間為3分6秒，冇超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爭辯，比賽告一段落。現在先請評判整理分子。現在有請各位評判就今場對賽雙方嘅表現作出評語。有請嘉賓評判陳慧慧小姐。大家好。咁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仔，咁早晨啊！咁今日係第一場啦，咁所以大家呢可能都比較緊張啦，係啦，又或者把口仲未靈活啲咁樣喐嗱。咁對於今日嗰條辯題呢，我簡單，我唔會話做好深入嘅分析咁樣樣。咁不過我會俾少少方向俾你哋諗一諗。嗱，第一就係今日條辯題呢，其實就冇攻擊邊個較佳、邊個較壞嘅立場嘅，係咪？因為甲方、乙方理論上冇孰好孰壞嘅。OK。你係真係主要論證自己嘅嗰個立場，我應該要推動左右企穩改革，我應該要維持左行右企慣例。所以去到最後，你哋會唔會變成好交鋒、好針鋒相對？完全睇你哋自己嘅嗰個立論嘅，明唔明白？呢個第一係啦。咁然後第二樣嘢呢，就係呢個辯題呢，我自己嘅個人感覺係佢係有時間線嘅，係啦。佢唔係一個平行時空嚟嘅，佢係應該係首先有左行右企，之後先至有左右企穩。至少喺我睇到嗰一啲資料都係咁樣嘅，係咪？咁所以今日呢，甲方同埋乙方呢，我自己嘅印象應該係有一邊較有利嘅，其實係啦。咁個問題喺邊呢？今日如果我問雙方，你哋覺得自己嘅表現，你哋覺得邊方面可以有啲改進呢？嗱，進步永遠都係最好嘅，我自己覺得係啦，唔好去諗自己究竟有啲乜嘢嘢做錯咗，係啦。
我哋譬如話喺嗰個稿件嘅內容上面啦，一啲用字遣詞上面啦，或者喺你過程上面，好容易幫自己設立咗一啲陷阱啦，唔小心呢個係會出現嘅。另外就係點樣去利用自己嗰份稿件入邊好大量嘅數據，並且理解咗嗰啲數據，然後再調整自己嘅稿件。嗱，呢個係好困難嘅，尤其係對於你哋畢竟就係小四、小六、小五、小六嘅學生嚟講，係咪？我平鋪呢一啲數據出嚟，呢個係最容易嘅。咁但係個問題係，我有眼花繚亂啊！我會咁樣講。我今日聽完之後，哇，一個 number 咁樣啊，六合彩咁樣展現出嚟啦。咁但係你又點樣去理解嗰啲數據？1至9月嘅平均數字嚇，某一個年份整年嘅嗰個平均數字係啦，跟住然後再加埋實驗數據嘅數字，然後再加埋自己個人親身經驗嘅數字。我哋其實嗱，我啱啱講嘅呢啲內容咧，我仲未講到其實咧約定俗成過程入邊咧，實際操作嘅環境同情況係點樣嘅，係啦。其實你哋可以再諗一諗，就係嗰啲冷冰冰嘅數字，你哋消化完啦，然後再去諗實際上面我哋喺睇左行右企、左右企穩嘅時候，係咪真係咁順水咧？喺操作上面，你哋有冇試過？我自己至少試過先啦嚇。我試過真係好乖乖地咁樣左右企穩㗎，我真係特登企去右邊，跟咪企去左邊，跟住我企穩啦，係咪？係啦，跟住後面個阿叔咧就一句粗言穢語咁樣就揈過嚟啦。嗱，個問題在於點解今日呢條辯題有佢辯論嘅價值？就係我哋啱好就係喺嗰個推行嘅中間嗰個好似過渡期嗰個模糊嘅時間點入邊。所以佢哋先至會有呢一個衝突發生，所以先至點解要問究竟應該要咁做定係應該要點做？係啦，所以如果你問我咧，今日咧係會令到我有啲可惜嘅，覺得係啦，即係如果可以令到呢一種更加現實生活入邊我哋會遇得到嘅可能性，或者係一啲環境情景題。然後你真係可以更深化咁樣去揾得到嗰個辯論點咧，我覺得係最好嘅。係，但係今日就未去到。OK， 今日就係喺嗰啲數據上面，係啦，喺嗰啲理論層面上面，係啦，就去辯論咗啦，係啦。咁所以我點解話我唔去討論嗰個稿件上面呢？因為我覺得容許我咁講，我覺得太多嘢要改啦，係啦，即係不論係如果你哋要從安全去着手嘅話，咁你首先你安全唔係安全啦，跟住然後去考慮點樣去立例，我覺得。因為由頭到尾，其實你個辯論入邊唔會考慮到下一步立法呢一樣嘢。至少喺我嘅理解入邊，我都覺得，既然呢樣嘢，我不論你左行右企呢一樣嘢，其實由推出嚟到而家，佢就只係一個建議嚟嘅啫，係啦，一個倡議嚟嘅啫，係啦。所以你哋喺就算左右企穩，理論上都應該係一個倡議嚟嘅啫。你一講到去立例嗰個層面咧，你就將自己推去另外一個浪尖嘅咧，其實係啦。所以呢啲位咧，你哋要小心一啲。然後另外一邊咧，就係當你哋將選擇呢一樣嘢擺到最高點嘅時候咧，今日如果對方可以再強少少咧，就係選擇如果係真係可以凌駕於一切嘅話。咁我點解推重嘢上電梯唔係一種選擇？啊？你明唔明啊？小心選擇呢一樣嘢作為你哋立論嘅基礎，係啦。即係呢度，所以點解我話今日你喺辯論嘅時候咧，你小心唔好整呢啲陷阱俾自己踩，係啦。即係你哋既然都講話，喂，你用電梯嘅時候有一啲意外係因為有人推重嘢上去，所以導致呢啲意外嘅，係啦。咁但係去到後面你又話我講選擇呢一樣嘢，咁我就會覺得，哇！你呢個你俾咗自己一個好大嘅框架的，而且確
係啦。咁但係亦都好容易會對方其實可以就你呢一啲框架入邊，然後再去揾地方去攻擊你。呢啲你哋要小心，係啦。但係去到無論點樣都好，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哋喺睇成條辯題嘅時候，你哋必須要經過一點，就係你哋要消化咗一啲文字，然後再諗翻你哋日常生活，然後再先至去諗點樣去組織你哋嘅成個稿件，係啦。呢個係我俾你哋嘅建議。係啦。至於你話喺表現啊，喺嗰種叫咩啊？點樣講嘢啊？眼神啊、笑容啊、聲線啊嗰一啲後話係啦。但係儘管如此，記住一樣嘢係啦，我今日都冇點瞓醒嘅。但係我諗我嘅説話、我嘅語言係清晰嘅。你必須要令到你自己講嘢嘅時候，唔理你用邊一種嘅語調同音調，你都要清晰。明唔明白？係啦。咁我今日嘅一啲想法啦、啲分享啦，咁就嚟到呢度。多謝各位。接住落嚟有請香港城市大學中文辯論隊前隊員陳樂穎小姐為雙方嘅表現作出評語。好，大家好。咁就先感謝賽會邀請我今年再次擔任保良局嘅評分工作啦。咁正如頭先評判所講咧，我認為今日雙方嘅表現咧都係各自都有啲掣肘啦，唔係太能表現到自己嘅，呢個係真嘅。咁各自咧都有一種就係各説各話啦，就係我不停喺度 loop 住自己嗰個主辯嘅嘢，其實去到後面冇推進嘅，你會發現主一公辯結辯，大家嘅發言內容咧都係好相近。咁所以呢個就係變咗好泥沼。其實我哋即係我啦，至少我喺評分嘅時候咧，其實都唔太容易得出一個高低。咁我覺得最關鍵嘅問題咧，似乎係雙方咧都唔係好貼地嘅，好少有評判俾評判感受到一個真係喺港鐵你嗰個扶手電梯嘅狀況係點樣，令到我代入嗰個情景去諗，到底係企定好啊，定係行俾佢行好呢？以正方為例先啦，其實正方今日高舉住就係左右企穩係安全嘅，但係到底點解安全啊？其實反方有問嘅。但係正方其實你應該會諗到就係個道理上，雖然你講出嚟好似阿媽係女人嘅道理，會企穩梗係安全啲啦。但係 why？ 我好期待正方有解釋嘅其實，但係似乎今日正方係冇嘗試喺呢個位着墨。但係實際例子上咧，其實我都會諗到有啲情況，點解企穩係會安全啲？譬如有啲狀況嗱，當然啦，即係你有人行上行落撲親嘅機率就大啲，咁你企穩相對地呢啲情況可以減低就梗㗎啦呢樣嘢。咁亦都有啲情況咧，可能係講緊，譬如係有人唔小心撳咗嗰個急停嗰個掣嘅時候，相對地如果你企穩嘅話咧，你嗰個撲倒或者好大幅度撲倒嘅機率咧，應該係會細啲嘅。又或者係而家你哋都有講，有啲人咧成日攞大型行李啊嘛，係嘛？攞大型行李，點解啲人會好中意明明攞住個行李都要去行扶手電梯唔搭電梯？因為佢總有個感覺覺得快啲行扶手電梯，有啲人喐動下，有幾步俾我行下，又唔使等 lift 啊，又唔使剩啊，又會覺得快啲。但係我而家逼你每個人都要企穩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會令到一啲拎住行李嘅人都會覺得反正都要等㗎啦？咁不如我去搭 lift 啦，會唔會疏導咗啲人去做嗰樣嘢呢？譬如呢一啲嘅畫面，我覺得正方咧似乎冇喺佢嘅立場表現佢立場嘅時候，嘗試俾我感受到個安全嘅原因係啲乜嘢，咁變咗就空口說白話啦。外國都係咁啦，咁，但係外國正如反方所講，外國嘅地鐵同香港地鐵係咪完全同一個概念先？譬如香港嘅地鐵有成日轉車嘅喎，唔同線轉嚟轉去接駁點，外國嘅地鐵係咪都係咁樣呢？嗰個班次嘅密度又係咪咁樣呢？呢啲嘅例子其實正方喺處理佢哋主線上有好多嘢可以補充，但係正方似乎咧係冇花太多嘅筆墨嘅。反方同樣道理咧，就係呢個左行右企。我同意上一位評判所講，如果高舉自由咧，係令到反方陷入咗好多危機嘅，因為選擇唔一定係要大晒。喺公眾嘅安全嚟講，某程度上都要犧牲部分嘅自由。即使你同意可以左行右企啊，但係你唔會同意人哋跑噶嘛，係嘛？喺扶手電梯度，你都會覺得有危險，你都唔俾佢跑。咁按照你呢個邏輯就係快應該就係最 priority 嘅選項，你應該俾人跑咯，你都唔會。即係其實你都知道有啲條件係令到你去諗邊樣嘢係重要啲嘅。而我覺得如果今日
反方可以嘗試再着墨嘅就係，譬如你有數據。乜嘢係有利你嘅數據呢？反而我覺得你可以着墨多啲去分析嗰啲數字背後，譬如啲意外，你哋有提過下嘅。但係問題有冇再多少少嘅展述，就係到底嗰啲意外頻生係嚟自於主要係啲咩原因呢？譬如如果按照你哋所講，喂80%可能有80%係嚟自於啲人唔緊握扶手。喂，咁其實你唔緊握扶手嘅話呢，你搭乜嘢嘢？你即係你係左右企穩唔穩，你都好大機會會有意外嘅。甚至乎係尖東嗰啲平嘅電梯啦，完全平晒嗰啲，其實你企即係如果你喺入邊喐，即係個人企得唔好啊，唔扶穩啊，其實都一樣會有意外發生嘅。所以呢個反方冇好好利用到呢一個優勢。再更落去，我想再嘗試幫反方再諗多少少講法，譬如佢哋講慳時間，其實都係啲好阿媽係女人嘅道理，好似有得行快兩步。但係實際層面上，我期待都係反方有冇具體一啲喺港鐵上嘅狀況，可以俾到我想像到嗰2分鐘到底係幫緊地鐵疏導幾多人群呢？因為反方講嗰2分鐘，其實第一下俾評判嘅感覺係會覺得好似2分鐘啫，有咩快咗好多咩咁咧？但係你要知道，譬如好似康城地鐵喺嗰條列車線，如果唔係繁忙時間，一班要等12分鐘。即係話你 miss 咗嗰2分鐘咧，你唔係 miss 咗2分鐘，你有機會係重新等12分鐘。咁其實係好長嘅時間。喺繁忙時間嘅話，你全部人企穩，冇人可以，即係譬如有啲移動方便嘅人冇得俾佢行快啲嘅話咧，可能你係會一路塞倒灌翻入去月台嗰度。其實嗰個危險係有機會仲大過實際你而家企唔企穩嘅問題。譬如反方，我就好期待啊，你會唔會有能力或者板斧喺呢啲位置上俾一啲好現實好真實嘅畫面評判睇到，我哋都有搭地鐵㗎嘛，我相信咁多位都有搭地鐵啦，係咪？將佢帶翻去自己嘅記憶入面啊，將佢回想翻佢喺繁忙時間、唔繁忙時間，佢搭地鐵，佢會揀左右企穩定，佢會揀行上行落，點解呢？即係我覺得雙方喺呢啲位置上嘅着墨呢，如果再做得多啲嘅話呢，咁容易啲分出高下啦。一嚟，二嚟就大家嘅展述內容呢，都會係更加豐富同埋係冇咁自己展述自己，咁所以我希望少少嘅建議俾雙方可以有機會改進一下。好，多謝各位。最後有請香港教育大學普通話辯論隊前隊長歐陽文軒先生為雙方嘅表現作出評語。各位家長、老師、同學大家好。雙方嘅辯員呢，其實感受到嘅就係今日緊張係一定有㗎啦。咁所以喺無論講説話、對眼神啊、聲線啊咁樣都有機會出現咗狀況嘅。咁但係都感受到就係當對方問問題嘅時候，你哋都努力咁挖空心思諗到底我要點樣答呢咁樣。咁係即係只要喺腦袋度係願意去運轉，即使嗰一下反應唔嚟，咁我相信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磨練。因為畢竟人生我哋後面仲會有好多唔同嘅，無論係辯論比賽好定還是日常生活嘅面試啊，應對即係臨場嘅所有嘅事情我哋都需要 keep 住去思考。咁我覺得呢件事係雙方今日我都見到，或者喺賽場上我哋喺評判席上面都見到你哋喺思考嗰方面係做得好好嘅。咁呢個第一。咁跟住第二咧就係我望住呢條辯題嘅時候咧，我今朝一開始睇嘅時候我都會覺得，我進入咗一個迷思啊！到底第一條題目港鐵應推動扶手電梯左右企穩講嘅改革係講緊咩嘅咧？咁樣係講緊我哋一定要即係總之大力推左右企穩啦，定係點咧？咁樣咁然後頭先兩位評判講完之後，其實我都感受到就係正方其實未必俾到一個真正呢條辯題嘅解釋俾我。呢條辯題想講嘅係其實我哋推咗好多年啦，咁我哋見唔見到成效咧？呢邊又喺度講，喂，推咗好多年咯喎，我哋都仲係左行右企嘅喎，推咗好多年咯喎，你左右企穩都好多意外喎，咁你哋咪應該講，所以要改革啦，啱唔啱？推咗好多年嘅嘢，做唔到個效果，咁咪要改啦，係嘛？咁你一句講完，佢冇聲出㗎咯喎，係咪咁講？所以呢條題目對你哋最有優勢嗰樣嘢係咩啊？係改革。係之前做嘅任何嘢，我哋見唔到有效果啊嘛，咁我哋要做得更加好，係咪咁講先？但係我唔係好聽到改革成為咗你哋最有力嘅嗰一點，你哋最有力嗰一點變咗做安全即係就正如頭先評判都有提及過，安全真係個個都知嘅，係咪？安全真係個個都知，結果
反方一個例子就令到你哋呆咗啦。安全啊！我哋左行右企嘅即係出現意外次數少過左右企穩喎，咁你個安全點嚟㗎咁樣？然後你哋就成場為咗呢個例子就講唔出啦，係咪？即係反應唔到，於是乎就俾對方捉住咗好幾次。當然啦，即係去到第3、4次嘅時候，我就唔會覺得即係呢個問題再有任何價值嘅，即係你應該要再挖佢其他地方嘅理論上啊。咁但係有咗一次即係成功嘅對抗之後，然後你哋反駁唔到，又冇再兜翻，咁其實就會令到評判覺得係喎，你哋真係答唔出喎。其實你哋嘅安全你冇諗過係點樣嚟㗎，係嘛？咁呢個就係即係你哋喺今日做呢場辯論比賽呢條辯題應對嘅時候做得較為唔夠完美嘅地方。其實你都可以照講啊。你都可以照講，即係用翻你哋所有嘅例子，你哋可以完全反駁到對方嘅。即係譬如我第一個問題，我就會問，其實對方你點統計得出左行右企同埋左右企穩嘅嗰個危險數據啊？因為正常嚟講，你搭扶手電梯，總有啲人會唔小心想行嘅喎，係咪先？就算你左右有企穩，都有人想行。嗱，正如頭先有評判都講，佢有一次試過企咗喺左邊啦，跟住後面就有個叔叔問候佢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即係話你點樣統計得出你所講嘅左行左右企穩係真係一個完全嘅左右企穩，完全冇人行㗎？咁恐怖嘅我又唔係好知喎，我又好想知喎，即係你咪問佢咯。問完佢其實可能就唔再攞呢個例子攻擊你㗎，啱唔啱？咁調翻轉啦，即係你哋就喺度講話即係要照顧所需啦，要自由選擇。其實頭先講咗啦，自由選擇真係好危險。係嘛？即係唔好講話同埋你話要緊握扶手就得㗎啦。其實我好期待住咧，正方會反駁你哋嘅。即係當你行緊嘅時候，點樣緊握扶手？我隻手係點樣？即係點樣持續地扶住咗一嚿嘢，但你又行緊。咁跟住咧，我再想行過去嘅時候，咁我會點啊？即係點解你唔問咧？係咪？咁但係對方又覺得係咯嗱，我只要行緊嘅時候，我又緊握扶手，咁我掂啦，係嘛？幾安全係咪先？咁我聽嘅時候我就一臉黑人問號點做到㗎？路飛嚟過呢個，即係隻手會無限伸長定係像即係嗰咩神奇先生係嘛？我唔知係咪啦。咁所以當人哋講例子嘅時候，你首先唔好驚先，唔好驚，你聽清楚人哋嘅例子入面有乜嘢。其實好多時候講例子咧，唔完全係一個100%嘅防守或者進攻嘅最好嘅條件嚟嘅，佢有機會有漏洞。佢有機會有漏洞。即係就頭先所講嗰個緊握扶手嘅行路，呢個真係即係一個相當大嘅迷思啦。咁所以有好幾個位，其實我覺得你唔識突破。仲有啦，對方今日講嘅一直都係講緊咩啊？需要，我好認同啊，真係需要。跟住你哋就講話我哋嘅運轉嘅嗰個，即係因為左右企穩，我哋嘅運轉承載量會提升咗。你冇再解釋，其實你哋可以解釋㗎。點解左右企穩運轉承載量提升咗啊？部 lift 壞得少啲，嗰條扶手電梯壞得少啲，佢咪可以使用得長啲咯？使用得長啲咪多人可以上咯？你成日壞嘅點掂啊？你頭先唔係講話左行右企會成日壞咩？咁你成日壞咁咪停咗咯？停咗咪冇得用，個個都要行樓梯咯？咁你快咗喺邊啊？你問翻佢啊，係咪嗱？所以你哋有例子，即係你哋就正如頭先第一位評判所講，你哋有例子。你哋冇嘗試去消化呢啲例子，將佢變成我可以用嘅嘢，或者可以變成你頭先咁問啦，我個例子咪講緊俾你聽咯。因為我哋唔壞啊嘛，唔壞咪行得多啲咯。你諗住成日壞好啊，定係冇成日壞好啊？又話咩唔好錫住啲機器，我冇諗住錫住機器啊，我只係錫住我嘅時間咋。壞得少我就時間就可以多啲啦，係咪？即係我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到。仲有啦，佢哋講需要啊嘛，你最大嘅問題就係乜？只有趕時間嘅人有需要。即係只有行嗰啲人嘅時間先至係時間，企嗰啲唔係啊又。咁你又話照顧所有人需要嘅，佢哋講嘅頭先好大聲，我哋要照顧每一個乘客嘅需要㗎，咁樣係嘛？係咯，咁你哋都可以攞出嚟講。即係我覺得喺呢一場辯論比賽面，如果唔針對住改革呢兩個字，你哋用翻原有嘅稿件，可唔可以打出好嘅效果咧？其實係得嘅。係啦，咁但係都係嗰句，未必有咁多去消化你哋嘅資料，未必有咁去諗，呢個資料其實可以點樣去表達，點樣用，令到對方係冇嘢好講。第二，好多時候我哋唔好嘗試去反駁對方，可以嘗試去包容對方。同一條題目需要同安全，我哋兩樣都想兼顧，係咪？
當你要去咁樣諗嘅時候，你就會挖空心思去諗，咁我點樣可以照顧到佢哋嘅需要呢？呢樣嘢唔應該係二元對立，即係喺呢個世界上，我哋應該係要又有需要又有安全，然後我哋嘅科學就係向住呢兩個方向，又安全又滿足到需要，然後慢慢去行，慢慢去發展。我哋人係咁，我哋唔係為咗要安全，我哋就唔要需要啦，亦都唔係為咗要需要就唔要安全啦。我哋就係兩樣都要，大人嚟噶嘛，係咪？我哋唔做選擇，小朋友我就 feel 到啦，係咪？大家都開始做選擇，但唔需要嘅。記住兩樣嘢，我哋都想要，貪心啲。咁如果貪心啲，我點樣用我自己有嘅例子表達得出我兩邊都照顧到呢？呢個就係你哋可以諗嘅。OK， 咁當然啦，即係我頭先講嘅都係一啲建議啦。咁啊喺分數上面呢，即係反映嘅就係，如果你哋冇提及到嘅嗰啲信息，我唔會喺呢個位扣分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反駁唔到對方，或者俾對方問咗，我就會喺呢個位有分數上嘅調整。咁所以雖然嚇，即係我講咗好多反建議俾對方啊、雙方啦咁樣。咁但實際上即係呢啲都係我完咗場之後，我再俾你哋嘅嘢，就唔係喺分數上反映嘅。咁但係我希望你哋完咗每一次比賽，你都可以自己諗一個，即係諗多幾個問題。第一就係係咪我每一次參加辯論比賽就永遠一定要反駁對方？總之對方所講嘅嘢都係錯呢？我唔希望你哋係咁樣諗嘅。聽好重要，聽清楚人哋講嘅嘢好重要。嘗試將人哋需要嘅嘢包喺自己嘅稿件入面都好重要啊！咁你先至係更加完整完善，呢個先至叫改革啊嘛，係咪？好，係咁多，唔該。多謝各位評判嘅評語，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努力，不斷進步。我哋而家需要為呢個賽事評分再作商討，請大家稍後片刻。接住係宣佈賽果。今賽進行嘅賽事係第二輪初賽，場次一，辯題為由甲方港鐵應推動扶手電梯左右企穩改革，乙方港鐵應維持扶手電梯左行右企慣例。首先公佈比賽嘅最佳辯論員，今場嘅最佳辯論員為乙方主辯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嘅陳展日同學。所有最佳辯論員獎項將於賽事嘅總決賽頒發。現在公佈比賽結果，賽果為甲方0對3，由乙方聖公會德田李兆強小學勝出。今場比賽嘅評分紙將會放喺主席台上，對賽雙方請派出代表去閲覽分紙。比賽過後，參賽隊伍不能再查閲分紙。保良局主辦第16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第二輪初賽場次1已經結束，多謝大家來臨觀賽。另外有請各位評判同對賽雙方而家拍一張大合照。